有時候咧，長者咧起身開始覺得困難，如果用一個唔正確嘅起身方法嘅話咧，都會容易整親嘅。咁我哋今日咧就教大家幫助老人家訓練佢自己容易啲起身先。老人家咧覺得難起身咧，我哋可以有啲小技巧嘅。首先幫佢曲起個膝頭哥先。然之後咧，可以將佢隻手咧慢慢咁樣拎過去對面，咁然之後我哋嘅護工咧可以幫佢扶住膊頭同埋個髖關節，慢慢幫個老人家轉身，跟住叫老人家咧慢慢扶住側邊嘅家私，打側咗身瞓之後咧，我哋先叫老人家咧擺低兩隻腳喺床邊。然之後護工咧就可以扶住個盆骨同埋扶住個頸，咁然之後咧我哋數3聲就幫個老人家，老人家又可以撳住個家私，我哋一齊起身。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多啲護理老人家嘅小技巧，記得關注我哋或者喺個評論區度留言啦。